继续来看桃园市的南平路，当地里长是拜托环保志工帮忙来清除小广告，这个扣袂掉的志工竟然拢甲擦红擦，结果这个规条巷是这嘛一块红，遐嘛一块红，真歹看。有刮过啊，然后这个就刮不是很干净，就喷了。民众愈讲愈无奈，规条巷真侪所在拢去喷红擦，拄好拄到喷擦的人。所想要到因煞讲这款话，它有除胶机跟刮刀，可是很难刮，那就用喷的。桃园市南平路有环保志工上空上芳，无法度清捡四个黑白带广告单，就该喷红擦。是谁来问的红箱子这样喷啊？那我们这样子，那个人家都会觉得很奇怪。为了环保考证，当地里长拜托环保志工来斗相共，把广告单清去，希望当摕关分。所想要到因用红擦来喷，本来这褪色的广告单变个较显目，即马里长目测到真侪当地住户的真情，希望当紧把这红擦清掉，还有因一个清气的所在。